那第一个佛堂呢，就是左上角那个热血哥跟大嫂啊，那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佛堂。他的故事也很精彩，你要不要听？要。后雪的哥哥啊，他一开始他求道的时候啊，他也很诚心。然后呢，他那是在读班的，他发现他的这个腰部啊有那个肿瘤。那姐姐是那个沙鹿同中的医院的护士，所以呢，他就带他去同中的医院去检查。那发现呢有肿瘤，但是呢，为了要就是确定一下，就带到那个台中荣总去做追踪。结果呢，确定这两家医院的医生都说哥哥有肿瘤，是得了什么？是得了 cancer 癌症。好，那哥哥呢？那时候很年轻，可能才20几岁而已。他很害怕，他就说：“妹妹，我想要发一个大愿。”我说：“你要发什么大愿？”他说：“我想要设佛堂。如果我的病未好，我想3年内要设佛堂。”我就说：“那很好啊，就哥哥去发愿。发愿之后呢，反正要开刀了。可是呢，姐姐说，那我们再去做一下确认好了。啊，结果呢，很奇怪呀，这两家医院在做检查，肿瘤都怎么样？不见了，不见了。那哥哥很高兴啊。那时候哥哥还没有结婚，然后哥哥呢，他那个事情过后，没有多久，或许就出国去开荒了啊，所以后就不在台湾。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都说佛啊，对不对？我们人类啊，对不对？对佛的定义什么？1天2天佛在哪里？佛在心中。3天4天佛在哪里？佛在半天，对不对？半空中。5天6天佛跑去哪里了？佛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哥哥呢，他后来他病好了，他就怎么样？他忘记了，他忘记他设佛堂了。后来结婚之后呢，大嫂那时候不是很灵敏，不是很灵敏，我觉得国外嘛，大嫂不是很灵敏，她知道大好，但是她不会去说家里一定要设个佛堂。后来呢，后雪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有一次哥哥出车祸，人飞出去，所以呢，后雪就想这样不行。他说他飞出去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抱住你的头，然后你知道说那天是老师慈悲，所以呢，后雪就想说那好吧，那就先回到台湾来解决他设家庭佛堂，因为哥哥是独生子，对不对？哥哥在的后雪比较放心一点，因为父母亲年迈了还有哥哥照顾嘛，对不对？后雪还可以去台湾办道，所以呢，就回来想说帮助哥哥赶快成立家庭佛堂。可是呢，后雪回到家，每天晚上11点准点哦，就会听到后雪的房间的那个门啊，那个木门就叩一声啊。那叩一声之后呢，就觉得整个房间都噼噼口，会觉得很奇怪哦，很奇怪。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就开灯睡。那因为或许跟哥哥啊是住在同一层楼的，那我们中间还有隔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厕所。那哥哥跟大嫂半夜会想上厕所嘛，所以呢，他就看到或许的房间灯是亮的。那哥哥呢就代表就问或许说：“妹妹，为什么你睡觉不用小灯，要开大灯睡呢？”或许跟哥哥说：“哥哥，我觉得每天11点啊，准定有人来敲我的门。”而且这个门一敲啊，就觉得整个房间噼里口一大堆声音。我说哥哥，你应该设佛堂了，因为你已经超过好几个3年了孩子都已经生好几个了，你还不设佛堂吗？那哥哥呢，哥就想，对呀，我一定要设佛堂了。可是哥哥跟大嫂讲了之后呢，因为大嫂比较不了解，所以大嫂就跟哥哥说，我跟你讲，你是你妹妹哈，修道修得太入迷了，对不对？不然就是他前世欠的，不然你为什么去找他，不来找你呢？那哥哥隔天啊，就会跟后学讲，妹妹，我跟你讲。咱若家己欠的吼，莫贪头出边，知无？虽然我做内底的隔壁，我贪头出边，我甲你讲，咱家己欠来做功德行啊，那我是我欠，知无？那我现在就很气啊，或许坐在床上等11点，等那个无形的进来，这个11点他叩一声了，或许听到声音，或许就开口讲话，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我陈某某欠你的，请你现身，还是偷偷告诉我，我愿意行功立德，把功德还给你。如果是我，是对面那个门的，请你回去找他，不要来找我。结果呢，他第一天晚上去找我的大嫂了。我的大嫂，因为我大嫂她弟弟嘛，来找他，他就跟我大嫂偷偷嘛，我大嫂说，那谁的他女儿不爱偷狗他说长得很丑，很恐怖啊。他就直接跟他讲，李先生陈某某名字讲出来啊，前世欠我的债，他说要设佛堂的功德还给我，等到人家设了佛堂，我就不在了，这样都清楚了吧？很清楚了。我的哥哥也逃不过，第2天去找我的哥哥，我的哥哥说奇怪，那两个没孔啊，直接敲门而进来。然后姐姐跟哥哥说，哥哥我跟你讲，三宝很重要，三宝你一定要记得怎么用。哥哥说妹妹，三宝怎么样都不会忘记用。多谢谢，你现在是心灵班，你现在是智善班，你确定三宝你记得怎么用吗？测试一下，来三宝怎么用？第一个怎么样？赶快呀，测试啊，知道。手抱合同在胸前，对不对？眼闭8分，开2分，然后呢，心里要默念那什么5字，对不对？结果哥哥呢，他就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忘掉。可是他那天吓到不会用三宝，他吓到不会用，他那天只会叫什么？老师救我！
那个意念一出现的时候，老师就出现在他跟鬼魂的中间在做沟通，一会那鬼魂就飞走了。第二天夫妻两个手牵手一起来敲后学房间的门，然后他就说：“亲爱的妹妹，那修德来守住必须那哈。以后呢，那个无形的来的时候呢，你是我们家的代表，我赶快把佛堂，赶快把佛堂要用佛堂的地方赶快整理整理哦。我们家赶快来设佛堂，你既然不要来找我。”我讲别人，你房间较侪人较别人，我房间有咪啊家庭哦，所以呢，后来那个鬼魂也没有再来找过后学了。很快我们家就设佛堂了哈，这是那个第一个佛堂。那第二个佛堂呢，就是后学的补习班的楼上啊，我们就把它3楼的地方省出来做公共佛堂。我们这个佛堂叫正凯佛堂，每年都度100多个人，度很多的学生、家长，度很多的那个教职员，还有因为我们是侨分集团嘛，就度很多分校的主任跟他们的老师啊，这是我们第二个佛堂。那这是我们第3个佛堂，我们先成立家堂，预定3年内呢，希望能够把它改成公共佛堂，因为这个地方有1000多坪，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够做一个书院哦。然后呢，结果我们设了佛堂之后呢，隔一个月我们办到，我们发现那个万年青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是万年青开花了，2边的万年青都开花了所以或许你看了觉得很惊讶，因为或许从小到大没有看过万年青开花，对，过去前有看过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仙佛，对不对？给我们的一种鼓励哦。好，所以呢，后来或许都跟我们的同学讲，本岛已经是3间佛堂了，那所以我们家设佛堂应该比较难的啦，因为要设到就是要再买房子，对不对？可是我们家人口有限，那就你们家设佛堂吧。我们的道亲呢都觉得对这个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设了佛堂就怎么样，万家生佛嘛，跟你有缘的人他就能够来求道。像后学呢。第二个地方设佛堂这个地方呢，就是补习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以前要买地的时候呢，就是去求老师慈悲，或许跟老师求，因为或许很喜欢跟老师心灵沟通所以或许就跟老师求说，老师慈悲，希望能够找一块地1、2楼做学校，那3楼呢，把它全省出来做公共佛堂。结果呢，2年后呢，这个地方就实现了。结果呢，这个佛堂盖好的时候，或许碰到了老前人。白水圣地跟后学说，你知道吗？上天要借用着你们用这个地方度化很多的有缘众生，因为每一方都有缘的，对不对？像你们也有亲戚朋友你不知道说你设了这个佛堂之后，跟你有缘的人有多少那后来呢，我们因为设了这个佛堂之后呢，就度了我们的家长刚刚后学说开脑部呢，左上角右下角的那个前道，左上角是分道他们都是后学的家长，他们都设了佛堂了那。左上角这位通道呢，他目前在做复健，可是他的显化也很大。他要开刀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拿着手机他国小而已，拿着手机在那拍到了鬼魂的头所以她的老公呢是高工局在高工局上班，她的老公一直就 T 以前就 T， 可是他亲自看到他的儿子拍到这个，他真的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而且他老婆开刀的时候呢，老师、活佛跟关圣帝君都有去慈悲都去慈悲，所以呢，他有看到所以他很感动，就设了佛堂。那再来呢，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家庭呢，他们设佛堂因缘是很特别的这个爸爸呢，他以前他就在骑脚踏车，那有一次他骑脚踏车飞出去飞出去的时候呢，他是这个锁骨断了。那头部没有怎么样，可他的妹妹就说：“你照个头部吧。”结果照头部才发现，原来已经有肿瘤，已经7公分了7公分也是恶性的，那就一定要开刀。那结果后来就开了刀。那开刀之后呢？开刀之后也是复健的很 OK 啦。那有一天或许接他太太的电话，接他太太的电话，那这个太太呢，他就跟或许说，因为他是半夜1点多打的，快2点了，他打来就说，他说叫陈姐，他说你睡了吗？那请问你1点多睡了没？睡了对不对？可是他1点多打给你，一定是有事所以呢，候选人明明是很想睡的，候选人装作完全没有睡的状态，就是说我还没有睡，我还没有睡，我要把眼睛睁大一点你有什么事？他就哭了，他就说我的孩子读大学他的口腔一直流血，目前去拔牙，口腔一直流血，我不敢开车去荣总，因为大甲的牙科没有24小时的。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敢开车到那个地方去，那你老公呢？他说我老公在睡觉我跟他说你的女儿口腔是流血，你赶快起来。他说我明天要骑脚踏车没空。所以呢，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带你去医院好了。那我跟他说，那请问你现在人在哪里？我去接你。他说我在你们家楼下。对，所以呢，他就
是任务阵地，或许是他心目中的什么 7-Eleven 啊，他就觉得说或许因为大家去，结果呢或许就送他到医院去啊，全部都弄到好的时候，回到大家5点半啊，5点半其实真的很累了嘞，准备要睡觉，6点半又到去打，陈讲师你困去没？我从没困到没困去啊，对啊，所以呢，后来这个道歉就跟她老公讲，你是当人家什么爸爸？那女儿口腔一直流血，居然不带去医院，她老公说好吧好吧，那你说你希望我怎么样，对不对？啊，能对这个家庭啊，能够有所贡献一点啊。我这个爸爸好像不太尽责，他说我要设家庭佛堂，他爸爸说对，设家庭佛堂是好事，那就设吧。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像我们在成全道歉呢，我们都会常常会提倡3要3不要。3要是什么呢？我们鼓励同修，第一呢，就是要怎么样？鼓励他渡人，鼓励他亲口，鼓励他万家生活，开设家庭佛堂。3不要是什么？不要传递负面的思想，不要抱怨，不要找借口。你一直找借口呢，对不对？你就变成哪一类了？临时抱佛脚的那个，那个最后一类的哦。好，所以呢，后来他们都设了佛堂。好，那再来呢，或许觉得说，哎，我们再来的。